梁志榮議員。主席，自特區政府推出咗行業嘅輸入勞工計劃同埋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以嚟咧，本地嘅勞動市場已經陷入咗結構性嘅危機。儘管政府初衷都係為咗緩解人力短缺嘅問題，但係執行過程之中嘅漏洞同埋監管嘅缺失，已經對本地工人嘅生計、工資嘅水平同埋就業嘅權益造成深遠嘅衝擊。自由黨邵家輝議員提出嘅優化輸入人力措施呢個議案，主張係進一步放寬外勞嘅工資同埋住宿限制。議案根本就係忽視咗現行嘅政策，更加反映咗政策有漏洞同埋制度性嘅剝削嘅根本缺陷。就原議案同埋修正議案，我都係會反對嘅。雖然現行政策係要求非本地工人嘅工資水平不得係低於相關職位每月嘅工資中位數，但係僱主通過分拆崗位嘅職責、調整職位嘅名稱等手段呢，係逃避呢啲規定呢，工資中位數嘅規定其實已經係形同虛設。例如將電工嘅職位改為係助理技術員，工資就可以低於中位數嘅15%至20%。勞工處對呢啲嘅違規行為呢，又缺乏咗有效嘅監察，導致工資保障呢亦都係形同虛設。如果允許外勞呢居住喺親友嘅家中呢，就會進一步剝削政府呢對僱主責任嘅約束。過去1年已經有非本地工人呢因為住宿嘅環境惡劣而作出求助，部分呢更遭到僱主呢以扣減住宿補貼呢為由呢，變相都係壓榨咗個工資。根據統計處最新嘅資料呢，2023年第3季失業率呢係較去年同期上升咗0.8個百分點至到3.2%。其中建造業、零售業同埋運輸業呢啲傳統嘅勞工密集性嘅行業呢，失業率亦都係增幅顯著。數據好明顯咁去表示，輸入外勞呢個計劃同埋失業率上升呢係存在直接嘅關聯。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將26個職位類別咧納入咗輸入嘅範圍，涵蓋咗零售、銷售員、文員等呢啲非技術嘅崗位，有急需要缺乏嘅需要。行業覆蓋範圍其實根本就係太廣闊。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資料顯示咧，相關行業職位空缺率其實係不足5%。輸入非本地工人明顯就係壓榨本地基層嘅就業空間。如果政府按照商界訴求而優化，更進一步咧係推高咗本地嘅失業率，工友工資又再被壓榨，社會問題將會更加嚴重。勞工界反對輸入非本地嘅工人咧，有2個核心嘅理據嘅。第一，政府係有責任係優先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嘅權益。現時本地工人失業率攀升，工資下滑，政策卻持續係向商界傾斜，犧牲咗基層嘅生計以維持經濟動能呢，呢個做法係有違呢個嘅公義原則。第二，外勞政策導致企業依賴廉價勞動力，而非係投資培訓本地嘅工人，長遠係將會削弱咗香港嘅產業嘅競爭力，形成低技能、低工資呢啲惡性循環，更加會削弱本地技術嘅傳承。本地工人冇工作冇收入，就會導致到經濟內循環呢係失衡，最後都係整體香港嘅損失。政府一定要三思。作為勞工界嘅議員，我要求政府立即採取以下嘅措施：第一，暫緩優化計劃，並且啟動全面嘅檢討，要求呢係設立有勞方代表嘅獨立委員會，評估外勞政策就業嘅市場、工資嘅水平同埋行業生態呢啲影響，暫停新增外勞配額，至到檢討完成。第二係要設立本地工人嘅就業保障基金，要求政府係向因為輸入非本地工人而失業嘅工人呢係發放過渡性嘅津貼，並且提供職業技能嘅再培訓，協助呢啲嘅工人呢有轉職至高增值嘅行業。第三係要強化監管同埋罰則，要求政府係提高僱主因為違規輸入外勞呢啲刑責同埋罰款，要求政府係要公開申請企業聘用非本地工人嘅工資同埋崗位嘅詳情，讓到係公眾能夠監督。香港嘅繁榮係基建於公平同埋法治，而非剝削本地工人嘅權益。本地工人應該有更好嘅就業機會同埋回報。特區政府應該正視勞工政策失衡嘅嚴重後果，停止輸入係非本地嘅工人視為幫助僱主呢個經濟嘅解藥。政府亦都係應該係重視人才培訓，確保咧係本地工人係就業優先。唯有重建以本地工人力為核心嘅發展動能，先能夠真正體現到咧以民為本呢個施政嘅承諾。香港特區甚至到僱主咧，先能夠睇到經濟有新機呢個嘅希望。我係必須要再次呼籲政府係要正視本地工友佢哋而家遇到嘅困境，制定一啲嘅補救措施，幫助我哋嘅工友。主席，我謹此陳辭。